基本上成個中東咧嘅亂局都係由呢一個咧伊朗咧喺背後咧支持。所以唔使講啦，巴勒斯坦嘅恐怖活動，記住佢哋支持巴勒斯坦，絕對唔係支持和平活動㗎，佢哋主要係支持巴勒斯坦嘅恐怖活動。好啦，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，支持巴勒斯坦呢啲活動嘅主要原因，為咗要對付咧係以色列，對付咧西方世界㗎，幾乎係人都睇得出。中國大陸一個咧咁殘暴嘅政權，係絕對冇可能關心係巴勒斯坦人民呢個性命。好啦，因此係徹底係利用呢個咧地緣政治嘅矛盾，徹底利用呢個咧係巴勒斯坦對以色列咧嘅仇恨，製造地區嘅不穩定。好啦，而伊朗咧基本上係成個中東咧嘅各種呢啲恐怖組織、恐怖活動嘅幕後嘅最大力量嚟㗎。因此啦，如果伊朗係有乜不測嘅話，你可以話得上咧係成個咧中東嘅佈局，成個係背後嘅力量接近咧係被100% 完全瓦解㗎。